伊的副总统的人选是假的。 有风声讲是高金素梅，高金素梅无正面来回应，是伫面册发文章，讲伊的一票会投互符合伊期待的总统的参选人。即摆郭台铭正式来投入到2024年的总统大选，也就是讲在野的阵营出现到第三组的参选人。国民党籍的婚姻馆长张丽仙，在距离郭台铭举办记者会进前讲。 大家做伙啉咖啡这个动作，拢还未做咧，就宣布要来参选，这是无诚信。也毋过到下晡，张丽仙阁改喙咯，讲三方面，也就是郭台铭侯友宜甲郭文铁有必要坐落来好好啊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走遍全台湾的造势，总算伫今仔日正式宣布要参选2024年的总统，因为讲要听侯友宜的承诺无算。 我讲，我们还是尊重郭总裁他的一个向往那我对我弟弟赢得胜选是相当具有信心。郭台铭的参选一定影响到在野阵营，那也立委讲未来都是敌人。 既然宣布了，我觉得我们就把它当作对手，相关的党纪必须更严格的来执行。大家一起来喝咖啡，其实我觉得蛮认同的了哈。那如果这个喝咖啡的动作都还没有做的话，就来进行宣布，那等于是前功尽弃了这是一个没有诚信的做法哈。 礼拜再甲侯友宜共台造势，张丽仙批评郭台铭无信用。本来话讲要啉咖啡，整合的郭台铭宣布参选了后，目前排第2名，郭文铁处境真危急。民主社会，我想还是很尊重郭台铭创办人他个人参选的权利。他要宣布参选也是他的权利嘛，祝福他。 2024年出现第4个参选者，一场记者会惊动拿600各阵营。Hello， 我是冯维之。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